聖週一，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。馬太福音21章12至13節，耶穌進了聖殿，把殿裏所有作買賣的人趕走，並推倒找換銀子的人的桌子和賣鴿子的人的凳子，又對他們說：經上記着，我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，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了。馬太福音21章12至13節，耶穌進了聖殿，把殿裏所有作買賣的人趕走，並推倒找換銀子的人的桌子和賣鴿子的人的凳子，又對他們說：經上記着，我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，你們竟把它弄成賊窩了。天父，我哋謙卑嘅邀請你進入我哋嘅心殿，願你全然嘅潔淨我哋，除去一切嘅罪惡同埋唔專一嘅心，將我哋嘅心分別為聖，成為你聖潔嘅居所。求你改變、更新我哋，使我哋可以用生命去尊崇你，反映你嘅聖潔，並且向你獻上真實嘅敬拜。阿門。